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来看台湾网球选手谢淑薇甲詹颖然，两个人是伫咧温布顿网球锦标赛拢摕到冠军，一个是女子双打的冠军，一个是混合双打的冠军。詹颖然是甲 Croatia 的选手配，伊摕到头一个混合双打的冠军。另外谢淑薇是甲 Zek 的选手一组，伊是摕到伊第2个温布顿网球女子双打冠军。接下来看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友邦，伊是去圣克里斯多夫及威尼斯，伫当地时间14早起去参观海岸景观公园动土典礼。伊嘛讲好啊，双边要做伙合作拼观光。人登伫圣克里斯多夫，甲尼维斯访问总统蔡英文，伫当地时间14早时，出席尼维斯岛的海岸景观公园动土典礼。这公园计划能够斗阵出钱300万美金，其中台湾做合作设计甲建筑工程。来到尼维斯岛之前，我就听说这里深受游客的喜爱。今天实地拜访，果然名不虚传。那么这项合作计划兼顾了环境友善、在地参与跟永续设计的理念，整合各界资源一起投入，可以说完全符合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的目标。蔡总统是第一位登上尼维斯岛的我国总统，别具意义。这次的造访除了要稳固两国的邦谊，最重要的是还要促进两地的观光合作。尼维斯岛比例海沙堡吸游客来升水，佮有山顶拢是云，有神秘的吸引力，互人想要看，嘛想要爬上山。高5万人的客国过来自由外回来玩是观光收入。这摆台湾观光考察团佮加入部落客。是要增加友邦观光的网络声势。其实我觉得这边其实没有那么的商业化，而且其实它海岸线有保持得非常漂亮，而且其实大家都听过像加勒比海这个地方，像我自己前2天就有去乘了风帆船出去，我觉得加勒比海的搭配的阳光以及海滩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这边体验一下加勒比海的风情。不过考察团观光业者认为，为台湾到加勒比海交通时间久长，恐惊降低国内民众意愿。最快的方式是2次的转机，那甚至于在我们中美洲跟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国家，可能要经过3次以上的转机，因此时间非常的长，再加上机票的费用也相当的高。不离国业者嘛，愿意评估行程，和台湾民众会当试看卖到加勒比海友邦旅游，就是要和拼外国政府袂孤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乡亲来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中央空服员罢工结束，即马要换地勤来争取权益。因为空服员罢工期间，地勤工作量增加，有人破病去大院。所以，中央的企业工会今仔日早起要甲资方协商，因是要求讲，在罢工期间，地勤应该加5000块的津贴。来看自由时报。要让农民免靠天吃饭，落价也是拄到天灾，拢用保险通来赔。农民的登记收入保险新制度10月份要开始受理，要保障这少量的收入，会按高雄、屏东5个乡镇新试办。再看的是《澎湖日报》，当年的热天伫垦丁台26线，毛系妈妈都爱冒险过车路去海墘啊生囝，嘛定定伫过车路的时互车搞死。公路总局这几天有设计一条保护毛系的航路，这人道嘛甲这保护的过程翕做影片。一支影片6月份的时，伫咧美国摕到最佳纪录底片、最佳底片等3项大奖。来看香港反送中游行，昨昏香港记者行上街头进行恬静游行，抗议警方主动采访。香港无新闻自由，主办单位是讲有超过11万人去参加。在游行结束了后，也有5000人无散。警方是昨昏早暗清场，嘛掠走40多人。警察提棍啊，向一男子一直拍，伊向拍到倒伫涂骹，爬袂起来。这香港警察针对14沙田大游行结束了后，因为差不多5000人转去沙田地铁站内底购物中心继续示威。伫昨暗时8点半展开清场行动，甲民众爆发其中一波冲突。
真济防暴警察伫昨暗9点左右进入沙田广场，警方深夜暗记警告，这时阵有民众对警察戴安全帽啊装啊甲，有媒体甲警察相被互相拍掉，现场真混乱。无久，警察开始出动呼救瀑布赶民众，因为看到有人向碰甲目睭飞袂开，抗议民众走去商场2楼闪避，向警察当雨伞、塑胶管仔来反抗。警察一路了拍抗议的人。有不少人向扣起来，冲突一直到暗时2点半左右结束。现场涂骹的人看到火，目前知影有40个人向涉嫌以非法集会罪逮捕。The difference from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ppened 5 years ago. Most of the protesters came out because of their own choice, but not by any political parties. And we came out because of a simple urge, the freedom of Hong Kong. 其实这场抗议活动是几天的，14载时受香港这个团媒工会发起禁灭游行，抗议警察的暴力行为。下晡则由网友发起反送中游行，这摆扩大到香港沙田区举行，因为这是香港人口上济地区。警方提早一天就调配超过2000警察，游行人超过1期，游行发起人宣布有11万5000人参加，警方统计这时间有28000人。香港4界拢伫反送中，为香港岛九龙来到新界上水，甲14个沙田，下一波游行会伫21个将军澳举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昏宣布讲，解放军最近要伫东南沿海进行例行性的演习。虽然咱国防部是强调讲，咱拢有掌握，毋过学者认为讲，中国不满美国卖武器予咱台湾，向台湾甲美国发出警告的企图真高。美国顶礼拜批准对台军售案了后，中国强烈回击，批评美国的军售案损害台海和平稳定，也损害中美关系，甚至佫呛声制裁军售的美国企业。中国国防部早起佫开始透过官网宣布，解放军近日来将会伫东南沿海进行例行性的演习，引起各界关注。解放军这项演习是属于例行性的演训，国防部对于区域内的所有的动态都能够充分的掌握，并做立即的应处。学者分析，为中国一直针对美国军售台湾发表强硬谈话，而且正是总统蔡英文出访友邦，加上中国近期甲越南因为南海油田的问题各有冲突，中国主动发布军演信息，向台湾、美国甚至南海诸国的警告意识真高。东岸演习除了说是对台湾一个战略的潜讯号，它不明指，可是它做这个潜讯号，它就是表达很多用意。用来表达他可能的政治意志，还有北京的决心，这一类可能的那个战略选项。此外，虽然美国当局的军售案金额达到600亿，也毋过传出立法院3读通过的采购预算只有400多亿，也引起讨论。对此，军方强调，美国公布的金额总数是包括工业合作亚度、关键技术移转等的工项，会伫处理美国的发给资料后，评估作战实际需要，依照立法院审核结果，核实精算经费。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国解放军要伫东南沿海军演，伫友邦访问的咱总统蔡英文嘛有做出回应。我们的了解是例行性的军事演习了哈，但是近来也变成我每次出访的例行性的演习了哈。那但是我们国军都有全程的掌握啊。那对这个事情呢，我们也都非常谨慎的在处理哦。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要想讲的就是说这个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是各方共同的责任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国方面作为一个大国，对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能够认真的看待。总统蔡英文无用得拼外交，嘛继续向中国发过。针对着中国直直甲咱恐吓，总统蔡英文讲，这颠倒证明咱爱强化咱的国防。来看，这是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民调结果，伫咧年尾11点就会出来。前航海董事长郭台铭甲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伫昨昏是拢继续走行程，也毋过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昏并无公开行程。大家较关心讲，郭台铭若是初选失利，无选调选书，敢会脱党参选？郭台铭是讲，这是要等结果出来，伊会正式对外说明。
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结果马在15号公布，各参选人伫民调公布前的超级礼拜二做最后冲刺，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回访台北，并问到若讲初选失利，敢是可能脱党参选？郭台铭强调家己会拼到最后一刻，假设性的问题，马在讲。我会努力走到最后一刻，那么一切的状况，等到明天过后，选举结果公布了以后，我们再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选到闭关无行庭，另外将新北市长朱立伦是登到发掘地汤圆。对国民党通知5位参选人，同齐出席民调公布记者会，目前除了郭台铭偏向无出席，朱立伦也表明未参加。明天用一个召开记者会的方式，用比较完整的论述、完整的心情跟大家报告。你这样不会期待谁胜出吗？没有，我是保持等距，一切就是尊重。因为党内初选民调结果将伫明仔15号早起11点出来，无参加初选的王金平表明，无期待什么人会出线。党主席吴敦义是继续呼吁党内团结拍赢胜选。对媒体追问初选了后如何整合，敢是烦恼郭台铭脱党参选等问题，吴敦义只回应会继续关心，未去想其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也毋过呢水气有变高，所以过到了后，落西北雨、落雨阵雨的机会嘛变悬。先来看卫星温度，水气甲昨昏相比有加一寡，啊毋过温度也是真小热。太平洋高压加上西南风强，高温拢伫咧33度到34度以上，伫咧台北、花莲、台东有可能到36度。另外，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嘛，将有可能会变作风台，上紧伫咧沿岸就会变风台，乡亲爱特别注意。继续来关心，台南阁新增加一个本土天狗这个病例，这是台南的第9例。也毋过，这一个大的所在，甲进前的8例拢无关联，所以嘛，互人真烦恼讲，敢是新的疫情出现。防疫人员家己做小网啊，向着民间天狗投诉，因为台南市阁新增一个本土型天狗热，被发是住伫指定区的毒气中者。卫生单位除了有风险喷药，也加强检测。不过，这件病例甲进前开山里爆发的团体感染无地缘关系，也互因烦恼，敢是有新的疫区。如果基因系列比对是不同的话，那就代表说有不同的病毒进来。疾管署不排除是新疫情，也毋过确实答案8日才确定。全台目前累积48例本土型天狗热，高雄39例，台南9例。屏东地区虽然无传出本土型个案，却有民众反映，疑似有人假做防疫人员，想要进入民家。穿背心啊？哦，那天好像没穿啊。哦，我们会去注意。嘿，那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会通报。有民众拄到卫教人员无穿假啊，也毋过正常停事。其他人员只要出勤，都会穿假啊、挂识别证。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报案，不过民众若有怀疑，会当报警。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爱注意网虫，出门耍水嘛爱洗字。这是苗栗岛南有3个查甫人，昨昏驶吉普车甲货车，因要去大安溪的水头耍水。无想到呢，这吉普车掉伫咧河床，这司机落车煞无洗字骨道，互串流的溪水冲走，甲呾还未找着人。消防人员坐着秋莲船伫河边详细伫收查，另外一边又伫摆啊伫水面来回找人。传出落水失踪意外，这个死了的查甫人的老母来到溪仔边，希望能听到好消息。我9点睡觉的时候，他还9点还在家里。他是跟朋友出来玩的。我不知道。代志发生在礼拜头早5点外，苗栗岛南3查甫人开着2台车，准备在大安区上游开船，挑战开车撩水过去。伫其中一台吉普车骑掉咧，无法度过去。死了查甫人要用家己车前的更数来协助，煞无细力跋入去溪内被冲走。你们是要过去干嘛呢？玩的啊，这样玩不是很危险？你们好几次了啦，玩过就是这样玩。下车查看的时候不是很发达，要给溪水冲走。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是沿着那个河床上下去查看。又溪水串阿金嘅。
拜六西啊，嫌犯来到高雄大社金良果菜市场，看到女朋友的老母就提出水果刀来攻击。今年46岁婚姻人互插着暗棍，送医死亡。死者查某囝当时也伫现场看到规个过程，却是甲嫌犯骑奥多麦来离开。警方最后在嫌犯所处的所在找到2个人，经过询问，怀疑死者的查某囝可能有叫这个嫌犯来抬家己的老母。 检察官是依照那个当事人他们的供述以及卷内的证据来认定说，这一位证女她是涉嫌有教唆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的嫌疑。检警调查，死者反对嫌犯甲查某囝交往，疑似安尼埋下杀机，以为嫌犯会家己犯案。不过检察官经过资料比对，认为死者的查某囝有重大嫌疑，甲2个人申请收押禁见。有实在是无可能啊！ 咱那更无咧，可能咱看到因老母互抬到回那头吼，就讲无伊啦。家属讲，死者甲查某囝感情真好，无相信死者的查某囝会叫人抬老母。不过嫌犯也被发现，敢若有无犯案，因为前一天互看到去卖场买刀啊。未经过规早起的审理，高雄桥头地院最后伊2个人对犯案过程讲法不同款，也要讨论要安怎来审判对立，甲2个人拢裁定收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 海巡署伫台南外海查到一只载偷渡的人的台湾籍渔船，有掠到船顶14个越南的查甫查某，因准备要来咱台湾趁钱。画面顶头会当看到海巡人员半暝啊挖进这只咱台湾籍的渔船，发现船顶有14个越南人，拢是偷渡者，8个查甫，6个查某。 因是准备要偷渡来咱台湾趁钱，另外嘛有伫咧船顶掠到3个接应的咱台湾人。赛车赛好好伫咧高速公路顶头，上讨厌去拄到有人插队逼车，这状况哦不时拢有。国道警察即马受到民众检举，讲有一台黑色的轿车伫咧5股的交流道入口先插队。 佮逼车，警方即马认定讲，安尼做是违法的，相当会罚3万块，嘛会吊牌3个月。黑色轿车想要为倒边插队，被后壁驾驶骑喇叭提醒，竟然不还，要故意换车道改为正边插队，进入国道主线了后，继续恶意逼车，这启动专被后壁行车记录器翕到。国道公路警察局受到检举，认定违法，已经寄出罚单，车主上当将被罚3万。 任意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方式，迫使他车让道，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3个月。国道警察表示，国道车速紧，随意插队逼车更较危险，较会造成重大车祸。国道警方会以前方车无定时巡逻搜证加强处理，也呼吁用路人唔通当场甲对方冲突，骗分心，违纪行车，会当用行车记录影像来检举。可以事后截取行车影像，向国道公路警察局。 检举专区上传影片检举，那查证属实的话，我们会依法自担告发。国道公路警察局为了加强处理插队甲逼车，已经甲高公桥联手，摆伫违规区辖制所在，各加装各位置的路险器材，希望有效减少因为违规引起的事故。记者综合报道。 在远方上头，咱来看，在出门佚佗哦，唔免靠导游，只要手机内底有安智慧导览的 APP， 就有人会当替你解说。这是台中的代理有新开发出一款 APP， 甲20个景点内底的历史、人文、故事，拢总放伫内底，互去佚佗的人会当哪行哪说哪听。 休热的时阵，家长常常带囡仔出去佚佗，若是来到台中代理，占有历史人文景点，也有智慧导览 App， 会使一届甲代理的景点隆重介绍给你。 人文荟萃，那也有其实很多古迹，也有新的建设。那我们透过这次的活动智慧导览大理，我们用下载 APP 的方式透过导览慢慢认识大理。既有认识大理，爱大理。 代理区公所表示讲，收编科大也有大业大学，甲包括代理区复兴宫、代理区文化馆这20个景点，规划3条旅游路线，一边算手机内底智慧导览 App， 透过蓝牙也有感应技术，就使自动介绍这景点的故事。 当你感测到之后，它就会开始旋转。那我们这次因为是智慧的导览，所以我们里面安装了360图片以及360影片的内容，它跟手机可以去旋转，就可以很像你实际站在那边一样。
大理区公所7月份规划轻旅行活动，会当骑脚踏车、用行的，也是坐游览车3种方式，配合智慧导览 App， 民众都会使来轻松游大理。记者综合报道。也有倒粪扫唔免约订粪扫车，这是中华县的复兴乡最近嘛有开发一款手机的 APP， 伫手机内底就有地图，会当了解讲粪扫车即马行到倒位，乡亲爱过偌久就会当出门去倒粪扫。倒粪扫是大家生活中重要的代志，约粪扫车嘛是台湾的特殊风景，尤其是对庄脚地区来讲，所在大徛过分散，民众要掌握粪扫车的行踪，比起都市地区更加无方便。中华县复兴乡最近就引进手机 App 垃圾桶来到3工，民众唔免搁再约粪扫车。为着要互咱的乡民的方便，咱有特别创一个 APP， 要互咱的乡民知影讲，咱即马清洁队的车行到倒位。咱伫手机伫网络咱就看会到，唔免讲甲咱的粪扫呢摕出来外面咧等咱的清洁队的车。民众只要伫手机面顶安装垃圾桶 App， 就会使查讲即马离徛过上近的粪扫车到倒位。毋但有地图清楚的标示，佮会使算讲粪扫车当时会到设定到站提醒，手机会直接通知你讲粪扫车来啊。屏东中治乡最近嘛启用这项服务。乡民在倒垃圾的时候能更方便，然后整个乡我相信也会变得更干净。另外，嘉南、台北市、新北市、宜兰、桃园市、台中市等等，这些所在嘛推出家己县市的粪扫车 App， 互民众来使用。这服务够方便，就当乡亲来试验。记者综合报道。金门的金湖镇陈景兰杨楼边有一道壁，几廿年前因为大雨冲坏去规个放弃，镇公所找人来修复了后，即马嘛请画家来画图，画甲水当当，互游客去金门加一个会当翕相的所在。金门画家杨文勇一笔一笔画出真水的海水，也各种的海底生物，包括色水真显的灰海，3D 的海底世界未输就伫咧眼前。这片伫咧金门金湖镇古迹陈景兰杨楼附近的布坎，几年前因为袂堪咧大雨一直淋全放弃，镇公所结合每一年举办的灰海季，互伊成做金门新的景点。我们花蛤季金湖镇1年1度的一个大活动即将也要开始，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山后梁文勇这个彩绘大师来做一个3D 的动画让我们的这边过来金门观光旅游一些观光客有一个景点甚至来打卡。对附近的民众来讲，布坎改造了后，市容也变加真无共款。真水为了足水的远有鱼有海有沙水拢有好了。彩绘壁的所在地就伫咧金门成功村，也是每一年金湖花涵季举办的地点。今年游客来到金门，又搁加一个所在，用翕相留念咯。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鸟仔乡亲看车来，伫台中的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底，即马加了一间真古水的鸟仔厝，最近是吸引真侪爱鸟的人去拜访。民众真欢喜和鸟仔徛排翕相，卖使抱鸟仔枕头做伙摄影，对头门到涂骹四界拢有古水的鸟仔图样。这是台中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底的鸟屋，吸引真侪嘉义鸟仔民众来遮佚佗。都很适合，而且它有很多那个小猫在那个下面，很可爱。然后这些椅子也是有很多抱枕，很有亲切，很温暖。因为从外面传统的建筑，然后走进来就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存在，让人少女心喷发。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底有只丰富的建筑形态，会使看到日治到国民政府生活变迁的历史。彩色的鸟仔徛伫红砖围墙面顶，展示台中文学奖的新诗得奖作品，又搁古水又搁文青。鸟屋呈现了早年眷村人甲鸟仔亲密的互动，若是幸运，有机会看到眷村鸟仔店的形影。我们营造了属于一个完美的文青的风格。那现场我们还有可以搜集猫咪的盖章。那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场打卡拍照，顺便认识清水眷村文化园区。
鸟屋是关注文化园区经营的新的试验，是历史空间活化新的方式。对民众的欢迎看来，鸟屋为无用的现代人创造一个会使放轻松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土库龙龟上界出名的，就是有历史的八角仓库。即马龙龟用八角仓库来做礼盒仔，也毋过哦，这八角礼盒仔哦，较搞工嘛真拗拗，所以哦是找真久才有厂商愿意来开发。即马龙龟是望讲，这有代表性的礼盒仔内底，第在地的特产，就有地方的特色。哎啊！你安尼我煞毋知要安拗。要用即块纸棒凹做八角形的礼盒仔，实在是真够工。嘛，因为云林土库镇农会有一个真有历史的八角仓库，所以经销部就想要用市面上较罕见的八角礼盒来行销在地农民的农产品。可是还是还蛮难做的，都还蛮难做的，因为有去询问啊，大部分都是在6角，有办法做到6角，很少做到8角啊，所以还蛮费时的。农会员讲，当初时伊就是坐咧八角仓库对面即搭，才想到会当用八角仓库来做农会上有特色的礼盒仔。迄时阵伊是找真侪厂商，才有人愿意斗开发，而且要做出一个八角仓库的礼盒仔，就要加一块纸棒仔凹出8个角，敢若凹出来时间就开要10分钟以上。毋过伊讲，为着农会和农民，毋管偌困难，拢爱克服。活化这个八角仓库的期间，我们就突发奇想，把这个古迹，跟我们的产地农作做一个结合，有鹅油香皂，有蜂蜜，有黑蒜头、黑金刚，还有一个土鸡肉松。那这些产品都是青年农民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优质商品。掀开八角仓库的挂，会使看到在地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这内底每一项当然拢会使分开卖。毋过，若想要提悬经济价值，拍开无同的市场，产品的包装就真重要。我们会配合县政府，持续不断的在一些都会区，甚至到国外做一些销售推展。这几年来，土库镇农会一直制作有特色的礼盒仔来包装在地农特产。虽然这个礼盒的开发过程真辛苦，成本较悬，阁真够工，不过为着要推广农产品，农会是下真侪苦心，嘛望这八角的礼盒仔会使提悬土库的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区是发表了五水沟传统聚落保存的成果，这计划是对万万山的传统建筑的发展甲现况做研究，望会当把这建筑来做文化资产，帮助客家建筑的保存。屏东县万万乡五沟水社区是全台湾第一个文化资产法指定的客家聚落。为着要保存五沟水聚落的特色，屏东县政府甲客委会申请补助计划，委托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来执行。经过1档7个月考察，总算会当发表成果。其实屋况虽然说它的屋顶有漏水，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有把这些问题都把它。这个计划嘛有记录五沟水聚落内底3个传统建筑的发展甲现况，嘛要申请相关的工程计划和文化资产，或者传统建筑会当保存落来。活化利用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因为要本身有办法永续使用跟它利用，然后开放跟分享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做这计划才会让在地居民实时的来参与。五沟水传统聚落的保存调查研究嘛引起地方的注目。万万乡长甲侪关心客家文化保存的乡亲，拢来了解地方传统建筑的文化背景甲珍贵的所在。乡公所还有所有关心我们五沟所有公众事务、人文景观的人，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识会议。要透过学界老师把这些资源珍贵的地方衬托出来，然后告诉社区的所有的人，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珍贵的所在。客务处讲，有文化艺术的客家庄建筑当地消失，聚落的保存是袂当搁再拖啊。望这个计划，甲3个传统建筑整修好势了后，会当有搁较明确的营运方向，来推展五沟水聚落的在地客家文化。记者综合报道。
休假期间，真侪所在拢有真精彩的活动。来看中华的这项亲子体验，真新式，是捏面红啊！互大人甲囡仔拢真爱，当捏出家己意义的作品，买当体验传统文化。身体的旁边变两个翅膀哦，然后它的嘴巴简单是一个大水滴，然后再一个小水滴。小朋友对着老师用五彩面图做出独一无二的捏面红啊！老师用传统的技艺捏出上新的万甲造型，囡仔对着爸爸妈妈哪做哪算学捏面，体验这项传统艺术的趣味。教一些小朋友来塑造自己喜欢的掌上明珠，一系列的活动，让你们在暑假期间呢，充满的活力充满的充实的过着暑假的每一天。休假期间，中华复兴乡公所规划真侪活动，欢迎大人囡仔做伙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原生种山柑仔，互日本人看作是养生之宝。即摆业者甲农委会合作，甲这物件摕来做猪的饲料来饲猪，结果呢，发觉讲哦，效果袂歹哦，唔免用蒸肉蒸，就当饲出互人学落的猪啊。台湾原生种，大家拢讲是山柑仔的台湾香芒，日本人讲是养生之宝。山柑仔加工接了后，剩的肉甲皮要安怎？屏东有业者和农委会毒气所合作，甲香芒变做是饲料，互猪仔食。保长猪煞发现讲，这种香芒猪的肉质真青猪，阁袂臭臭。它的肉对，真的没有一点那种腥味啊，很爽口，质感我第一次吃哦，我没吃过这好吃的吧。很明显的看出会有那个大理石纹，这个没有使用的话就看不出来。业者讲，唔那猪仔饲较会起来，而且无需要用散肉蒸，就会使互散肉甲肥肉搁较招匀。为着要有搁较侪科学技术来到三工，开源坊去年和毒气所合作开发香芒石化素，甲这项技术应用伫咧猪仔饲料。我们发现说，它可以在宰猪的增重或它的饲料上面有一个相当好的改善的效果哈，不管在循环农业或在动物保健上面都有非常好的功效。毒气所表示，试验结果显示，香芒石化素会使互猪仔高大汉，改善饲料的效率。上重要是，肉袂增加成本。业者也希望会使量早推出香芒饲料，打造循环农业的产业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东北国家即马进入雨季，印度的东北部甲尼泊尔拢传出做大水甲水崩山，而且灾情严重。过去2天已经造成50个人死亡。大水引入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市区拢是黄色的土水，电火条也拢倒去。18起连续2天的大雨，造成大水也有崩山情形。已经伫首都甲喜马拉雅山的印度边境造成50人死伤失踪。气象局宣布南部沙坡塔古西河进入高度警戒的状态，提醒这所在民众小心防灾。伫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甲阿鲁查纳这2个省，大雨造成河水涨起来，半花放弃。3天内2000外村庄来淹水，死亡人数增加到11人以上，有140万人受影响，民众唔知要对倒位去。আপনার ছায়া আছে পুরো সেক্রেটারি রুগী আছে আর মানে আর গরু ছাগল জি বস্তু আছে আমি পার করা নাই কেনকা কোত লই যাম কোত থাকিম কোত না থাকুক আমার অবস্থা মানে বেয়া হয়ে গেছে একদম伫个孟加拉东南部偏南的缅甸罗兴亚难民也受到受大水影响，今年已经有2个人死亡。每年6月到9月受到季风影响，南亚各个雨季拢造成重大的灾情。去年有1200人死亡，今年灾情预计也会扩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纽约13暗因为变压器导火，造成大规模停电，超过4万人受到影响。曼哈顿上届闹热的世博广场规个暗蒙蒙，几个地铁站暂停，附近大塞车。13号拜六尾仔6点47分，纽约曼哈顿闹热中城甲上西区部分地区突然停电，为日头落山到半暝仔，路顶交通后续停摆，更是夜半夜城只剩塞车车流的车顶发光。世博广场的电子看板暂时花去，周边的店家拢停止营业，几个地铁站大门锁起来。站内是规片乌麻麻，剩紧急照明灯，列车过站无停。百老汇公益区
已经买票的观众也拢被挡伫门外。麦迪逊花园广场，迄天暗时正伫咧进行珍妮活罗培兹的演唱会，也毋过唱到第4首，大约9点半也陷入停电。全场的观众拢真有特殊的疏散，甲真侪调伫街头的民众共款，拢保持冷静，无惊吓，甚至随着街头艺人演奏跳舞，开了一场小小豪华舞会。I'm disappointed, yes, but I'm also glad that they got everybody out of there safe and sound, without too much ruckus, without it turning into the Hunger Games. 纽约消防局表示，停电可能是西64街变阿基顿会造成，位洛克菲勒中心到上西城一带大约30个街区，开下来超过4万人受影响。纽约市的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积极抢修，半年前后各地电力陆续恢复，真侪民众拍拍欢呼。As of a few minutes ago, all 6 networks and all 73,000 customers have been restored. I applaud all New Yorkers. When things are at their worst, New Yorkers are at their best, and they were at their best tonight. 这条停电造成包括火灾、民众掉伫电梯顶、意外事故，好佳在拢无造成人员的受伤。伫42年前，1977年的同一天，纽约市也发生大停电，造成规个城市大部分拢陷入黑暗。记者综合报道。7月14是法国的国庆有阅兵典礼，今年上大的焦点是飞行厨房。另外，总统马克宏嘛特别伫咧前一暗的记者会顶头宣布讲，法国要伫咧明年9月份成立新的太空司令部，要甲军事竞争自地球伸长到太空。出动4299个军人，甲各种战机、战车，集合9个国家伫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展示军力。今年法国国庆阅兵仪式盛大又搁热烈。德国总理梅克尔甲荷兰总统吕特等重要欧盟国家领袖，嘛拢出席这场盛会。甲法国总统马克宏斗阵关心阅兵，其中上大焦点就是伊。法国的发明家沙帕塔亲身示范，徛伫真有未来感的飞行棒，算伫大家面头前，大家拢真娱乐。若伫国庆之前，马克宏嘛表示，法国将伫明年9月成立太空司令部，强化法国的防卫能力。Pour assurer le développement et le renforcement de nos capacités spatiales, un grand commandement de l'espace sera créé en septembre prochain au sein de l'armée de l'air.Celle-ci deviendra à terme. 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嘛宣布，要伫2020前建立新的太空部队，为着维护俄罗斯、中国甲美国伫太空领域中一直超前。马克宏将宣布，嘛表示各国军事竞争渐将为地球延伸到太空。记者综合报道。用 APP 叫车这生意，即嘛是愈来愈侪人在做。有日本 IT 企业 DNA 嘛宣布要加入这个市场，伊要伫咧台湾、京都甲当地计程车公司合作，伫关西要提供叫车服务，等于是讲哦，伫这所在叫车是美国、中国、日本三卡都的边。この国の交通をインターネットと AI、これを活用して、抜本的に仕組みそのものからアップデートをかけていくと。真红声讲，日本 IT 企业龙头之一的 DNA 宣布进入日本关西地区叫车服务市场，会利用 AI 人工智慧，甲即马已经是线上的 Uber、滴滴出行来抢再观光游客消费市场。AI 短脚なり効率を圧倒的に改善していくという取り組み、これは独自のもの。DNA 外国在地计程车行过去10年来，真侪数据放伫电脑中，用 AI 人工智慧分析天气、上车、落车地点、甲时间，伫载人客时阵，闪开较会太车路段，要求驾驶将系统会议上快路线驶车，望能提升乘客满意度，增加量人数。安尼毋但对客户有利，嘛当减少车行培养新人时间。生産性、新人にとっても有利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考えてます。はい。お客様にとってのアプリよく考えられている配車かなと思いますし、乗務員のことにとってもよく考えられているアプリかなとは感じてますので、そのあたりっていうのはかなり大いに期待はしてます。伫美国创业的叫车服务 Uber， 即摆已经全球63个国家甲地区展开服务，会员差不多7500万人。
安那伫中国载客服务市场排第一的滴滴出行，这是因为结合 AI 人工智慧优势，服务效率高，伫中国占有5亿人口利用市场。即马代表3个不同国家的轿车服务 App， 拢伫日本奥萨卡抢市场。专家分析，消费者还是以改变使用方便、轿车时间长短、费用等各方面来做评比 App 优点缺点的主要依据。记者综合报道。林务局去年接手阿里山森林铁路了后，因为阿里山的火车平均拢用超过15吨啊，有人就烦恼讲安全有问题，所以目前按算要投入20亿的预算来买新车来改善，3年了后就会当增加运量。不要再进入轨道区了，不要再进入轨道区了哈！为了迄小火车，真侪民众跪伫月台顶面，本期乌车站连铁路区拢互翕相甲单车的观光客占掉咧。这条107回森林铁路一向是嘉义的观光热点，拄着假日总是有真侪国内外游客。本身在马来西亚是在一个蛮城市的地区，所以很期待来这种。能够接近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很舒服啊，没有想象中的颠簸啊，就一路上就是还蛮好玩的，看到它的一些山洞、一些风景都还蛮不错。这阵阿里山森林铁路本线平常时一天只有一班，林务局接手了后，重新盘点车辆甲旅运需求，因为现行列车整体状况无好，平均车龄超过15年，计划未来3年完成买车计划，并且增班。我们也已经编列了购置新车厢的计划，包含车头跟车厢，编列了20亿元左右，包含其中的10亿是购置新车厢，那另外10亿就是在提升铁道沿线路线线行的安全，还有轨道的安全。林务局讲，3年来也优化各车站，像是代表日本时代插座的车站、特技站，大娘条啊真需要修复。新北车站因应未来增班需求，必须扩充现有的腹地。而近期侪摆发生火车落尾事件，林务局已经发布建议临体现控中心，会透过光纤网络整合各站及时的营运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广绿能，新竹市第一期太阳能发电系统，包括29间学校的储备顶，也有一寡公有地，目前已经有7公顷。一年总发电量有858万度电，嘛为市政府赚500多万的租金。为天空中所翕的画面，会使看到学校厝顶拢是满满的太阳能板。新竹市自106年开始，第29间学校以及公有设施大量建设太阳光电系统。根据统计，目前年平均发电量达到858万度。那去年总共发电了850万度。那整个光学校的部分，全年的营收，当然学校是陆陆续续的并联发电，就已经超过500万的那个金额的一个售电的收入。这些收入有一半是直接用在学校来回馈学校，做一些学校的建设、图书设备的充实。在学校的方面，袂使利用这寡奖励金帮学校做基本的修缮维护，而且学生也因为厝顶加了太阳能板，在教室的温度上会使降低3到4度。在日头赤炎炎的时阵，学生会使更加专心学习。没有装冷气下的上课，事实上对我们的孩子来讲，在夏季里面是煎熬。但是自从装了太阳能板装饰以后，我们4楼的平均大概可以降低到3到4度。那对我们孩子的学习的成效是有提高的。太阳直接照射天花板，所以就会变得很闷热。但是后来装了太阳能板之后，那之后在那边上课就明显感受到比较凉。就比较凉，然后就感觉比较好，就学习也比较好。太阳光电的设置，唔但会使为学生在热天上课环境有效降温，厝顶更会使成为生态环境电视中心，会使教育学生能源再利用的重要性，达成市府太阳能厂商学校3赢的局面。记者赵君豪新竹报道。台东囡仔的租屋创办人陈俊龙不幸过身，昨昏公祭，副总统陈建仁代表总统去颁保养令，表扬伊在生进前帮助庄卡弱势囡仔20档的爱心。教育部嘛特别颁3等教育专业奖奖予伊，表扬感谢伊对庄卡囡仔的贡献。副总统陈建仁拜二东道甲台东县囡仔册屋创办人陈俊龙联动公祭，代表总统颁证保养令。陈建仁表示，政府会接续伊未完成的相关，伫教育甲社会安全网政策上做更较侪努力。
我们大家一定不会忘掉你的初衷，而且会让你的初衷更发扬光大，让所有偏乡的孩子都能够在快乐的成长当中快乐的学习。23年前，陈振龙返到台东，努力伫陪伴偏乡学习落后，甲中途长大的学童，互因放学了后会当得到像家共款的照顾，也搁家己研究课程，提供无共年纪的教材，陪伴2000多位偏乡学童成长。教育部长也到灵动前推荐3等教育专业奖奖。香港艺人陈小豪2个月前来台湾拍公益纪录片，切赛陈振龙发现伊帮助弱势儿童真感动，也特别来感谢，并且表示，若讲有需要，伊愿意协助陈振龙未完成委员。他比我还小1岁，他照顾2000多个孩子，这是我那个时候这很感动。台东囡仔册学创办人陈振龙在新进前伫台东各地偏乡协助创办册学，成立文教基金会，提供弱势囡仔技能学习的机会，改变因的生活。基金会表示，未来囡仔册学会继续创办人陈振龙未完成的心愿，继续照顾弱势学童。记者综合报道。有人会问讲，台语无字要安怎写？其实台语有字。台语的诗人李钦欢，以无少成本以卖厝，就是为着要去美国读语言学博士。经过10年的打拼，替咱台湾找回来家己的台语字。下午9点，台湾新改改节目，咱做回来看伊的打拼甲伊的故事。李钦欢做兵的时阵开始写诗，2年后出版头一本诗集《乌面》。过去真惯是用华语创作伊，和文书内容委问到讲，为怎样无要用台语写诗的时阵，就出现语言的意识。一直到写改验了后，这首诗行上街仔头嘛，突然间觉醒。华语迄首诗要念互观众听，迄要念台语啊，结果我提吐吐了，念袂好势啦。迄阵就怎瞬间就顿悟，总觉醒，讲我安尼毋对，我袂当用台语直接写，袂当用台语直接念，无法度甲我的同胞、甲我的读者直接沟通，都要透过华语，我感觉这是毋对的，所以迄阵就开始语言觉醒。语言觉醒了后，伊放弃一切美好，40岁开始读语言学博士，为着要为台语找到家己的文字，到即阵出17本的诗集，4本的散文集。若是写用字真偏僻、真困难，诗写甲真深，人无法度进入，人就袂该读嘛。所以我拢尽量讲。尽量语言使用较浅白，文字使用较浅的，若较困难的，咱用罗马字书写。咱诗出版的时阵，后壁佫有华语注解，要帮助人了解。咱佫录音，要互人听。咱已经尽量做，希望讲读者会当接受，会当进入咱的世界，会当对推广。这台语有帮助啦。李钦欢推测到台语运动过程付出虽然辛苦，但李钦欢将来无放弃台语诗的创作之路，诉求接近大众的用词，推广台语文化。记者曾凯杰综合报道。拄着困难，就爱知影会当变巧。越南的出色选手黄泰斌，因为越南真热无落雪，所以呢，伊只会当利用沙布来练习。扣日头拍到乌麻麻，头毛真侪蓝丝，伊是出色选手黄泰斌。换细鞋、细帮开始一天练习，你无看毋到，这并无任何雪，颠倒拢是黄沙。这是越南南部的美奈沙丘，因为地理条件受到限制。Ung Thái Bin ngay đây thì cha練習xuất sắc. Là đã phái rồi. Từ năm 2007 là có cái chương trình về cái đại hội đó thì có một người anh nó cũng giới thiệu vào đội tuyển thì mình rất là phấn khích để muốn tham gia. Một phần là thỏa sợ cái niềm đam mê của mình về trượt tuyết và một phần tới trải nghiệm luôn cái bộ môn này lần đầu tiên mình thử. 甲伊大部分的隊友同款，黃泰斌一直到2017年參加札幌舉行亞洲冬季運動會，這真正第一擺看到雪。當然，雙方出色選手進前嘛攏用手機來做工具。
Đầu tiên là được trượt trên tuyết thì hơi bỡ ngỡ một xíu. Tại vì mình cũng là tập luyện trên đồi két cũng một thời gian dài thì cái kỹ thuật mình đã có, nhưng mà khi qua đó thì cái tuyết nó rất là trơn. Thế là mình hơi bỡ ngỡ một lần đầu tiên thôi là đụng xuống tuyết là nó trượt liền. 虽然越南伫这场运动会无摕到任何奖牌，也是无落走动因的热情。2017年，拢总有8组东南亚队伍参加亚洲冬季运动会，是历史上上济，正是对运動熱情，未受到地理環境嘅阻礙。 Lai thì mình phải mong có một người nào đó biết đến và đam mê cùng mình và họ có một cái tài chính nào đó để đưa các vận động viên đi tập huấn nhiều nơi thì mới phát triển được bộ môn snowboarding được. Thì Việt Nam thì chẳng có tuyết để chơi rồi để tập luyện nhiều. Thì điều thứ nhất thì chỉ cần có tài chính để được đi tập huấn nhiều nơi thôi trên các nước. 記者綜合報道。 在荷蘭有一個食到108歲的鋼琴家，伊的手指頭啊也是真滑真沙溜，會當彈出好聽的音樂。雖然伊在80歲的時手有受過重傷，醫生嘛講伊無法度去彈鋼琴啊，毋過伊克服一切困難，即嘛伊的生活有音樂做伴。 手拢是了魂，真经演奏，若一家听到音乐，一定想袂到，演奏的人已经超过100岁咯。Wanda Zarzycka, chyba teraz 108, tylko. 108岁汪达是乌克兰人，自细汉就喜欢音乐，少年时佫捌是一个舞者。 Ja tańczyłam świetnie. Byłam zawsze rozrywana na dancingach we Lwowie. Ślicznie była ta sala. Niestety wszystko uciekło. 汪达妈超过100岁，伊的人生嘛经过风雨雨。80岁迄年，伊手受重伤，医生宣布永远袂当弹钢琴，毋过伊无放弃，逐工坚持练习，成功克服障碍。即马弹钢琴，差不多过去同款，完全看袂出伊捌受过伤。 Na niego padał deszcz, bo nie było gdzie schować, tylko w takim budzi to było na wsi. Także ja przez 5 lat nie grałam. 虽然音色已经走音，毋过这个钢琴是汪达阿嬷经过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因为这是妈妈的结婚礼物，留予伊使用，陪伴伊过了10年。 因为爆发地震，为了逃走失去钢琴，伊到战后到波兰定居，又搁找回来。即马汪达阿嬷身体真健康，但心爱钢琴，用爱过每一天。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心，今仔日的温度先来看，这个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5度。 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5度到32度。 感謝鄉親收看今日嘅公視第2台早起新聞，明仔載講這個時間，咱再會。